最近網上好多房產博主都集中推中山坦洲，大家重複最多嘅賣點永遠都係嗰幾句：近珠海、近澳門、近港珠澳大橋，而且樓價比隔籬嘅珠海平好多。單聽呢幾個優勢，聽落去似乎非常抵買，好有吸引力。但今日我想真心同各位香港朋友講一句最直接、最真實嘅大實話：如果你返中山買樓，核心目的係退休長住，又或者希望日後二手容易轉手，我非常唔建議大家跟風買坦洲。坦洲唔係話完全冇區位價值，但佢根本唔適合大部分香港退休買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同大家講講人人力推嘅坦洲到底適唔適合入手。我直接同大家擺出最清晰嘅核心觀點。對於大部分想返中山退休長住嘅香港買家，我唔建議將坦洲列為優先選擇。唯有一類人適合考慮坦洲，就係自身有私家車，日常生活長期圍繞珠海、澳門、港珠澳大橋展開，返香港都習慣走呢條路線，而且買樓純粹係長期自住，完全唔依賴未來幾年轉手變現。除咗呢一類人之外，大部分香港朋友都會發現，坦洲真實嘅居住體驗遠遠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適合退休養老。好多人好奇點解近期坦洲會成為咁多博主瘋狂力推嘅板塊？原因其實好簡單，第一，坦洲地理位置佔優，地處中山最南部，同珠海直接接壤，對比中山東區、石岐、西區等主城板塊，同珠海嘅聯動天然更勝一籌。第二，坦洲臨近澳門同港珠澳大橋核心樞紐，對於日常往返珠澳經港珠澳大橋嘅人群，佢嘅地理位置優勢就非常之吸引啦。第三，坦洲價格優勢明顯，好多買家都會覺得用中山嘅低價入住珠海生活圈抵買。但絕大部分人都會忽略咗一個最關鍵嘅前提，就係呢啲優勢成立嘅基礎係你真實用得上珠海、澳門同港珠澳大橋資源。如果你返中山買樓，根本唔需要依賴珠澳配套大橋路線，只係想享受中山主城成熟嘅退休生活，咁坦洲嘅核心優勢買點對你嚟講係毫無關係嘅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只想問香港買家3個最核心、最決定置業成敗嘅問題。第一，你係想入住中山成熟主城，定係想住喺珠海邊緣？第二，你日常出行有冇車？第三，未來你唔住嘅時候，有邊啲人會接手你嘅二手樓？呢3個問題遠遠比近珠海、價格平要重要得多。首先，第一個核心判斷，坦洲提供嘅唔係中山主城生活，只係珠海邊緣生活圈。如果你選擇中山東區、石岐、西區，你買嘅係正統中山主城生活，但坦洲完全唔一樣，佢嘅價值核心從來唔係中山主城配套，而係貼近珠海、澳門、港珠澳大橋嘅區位優勢。坦洲最吸引人嘅係貼近珠海，但最尷尬嘅短板都係呢一點，佢永遠都唔係珠海核心生活區，亦都唔屬於中山主城生活圈，佢處於兩者之間非常之尷尬嘅地帶。如果大家只係因為珠海樓價太貴就退而求其次揀坦洲，我建議你即刻停落嚟認真思考。買樓最怕嘅唔係你買貴咗，而係你花咗錢，但買咗一堆永遠都用唔上嘅優勢。第二個判斷非常直接，亦都係最適合香港退休朋友參考。冇車千祈唔好買坦洲，尤其係打算退休長住、追求生活輕鬆、出入便捷嘅香港買家，因為坦洲所有嘅便利度幾乎都係針對有車人群先可以實現。第三個核心判斷，直接決定你日後資金嘅安全，就係二手轉手能力。坦洲未來樓市好唔好賣，從來都唔取決於佢近唔近珠海，而係取決於珠海、澳門、香港買家係咪會持續入場接盤。呢個邏輯遠比中山主城板塊更加唔穩定。中山東區石岐嘅二手市場有堅實嘅底氣，核心依託中山本地自住改善需求，本地家庭換房、剛性置業人群長期穩定存在。
但坦洲完全唔同，佢嘅所有價值都綁定喺珠澳港外溢需求，二手接盤主力唔係中山本地人，而係外來嘅港澳買家，咁就會產生好多唔確定性。珠海買家仲會唔會認可坦洲？澳門外溢嘅熱度會唔會持續？香港買家仲唔會覺得坦洲嘅性價比高？中山本地人本身就唔認可坦洲嘅居住價值，所以極少會優先考慮呢一個板塊。呢一系列嘅變數就直接決定咗坦洲二手市場嘅穩定性。講完所有優劣同底層邏輯，我直接總結坦洲嘅置業價值。對於大部分香港退休買家，我唔建議買坦洲，尤其係三類：第一，想返中山退休長住，追求成熟主城生活、煙火氛圍同便民配套嘅朋友；第二，日常冇車，希望退休生活懶人便利、出入無憂嘅朋友；第三，未來有轉手可能容易變現嘅朋友。換作係你返中山退休養老買樓嘅話，你會揀邊一個區域？歡迎你喺評論區留低你嘅選擇，我哋一齊討論下。我係 Josie， 希望我嘅分享可以幫到你。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